大家好，我係金特里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香港漫畫家馬榮成嘅故事。相信就算你係唔睇港漫嘅，至少都聽過黃玉郎同埋馬榮成呢兩個名。黃玉郎唔單止係漫畫家，仲係企業家。佢最出名係1989年因為訛騙公司3000幾萬公款而坐監，又同一啲青春玉女明星拍過拖，所以黃玉郎廣為香港人所認識。至於馬榮成，佢嘅作品《中華英雄》、風雲都有拍成電影同電視劇，好受歡迎，陪住一代香港人成長。而佢炒樓發達嘅事蹟最為人津津樂道。1975年，14歲嘅馬榮成因為太中意漫畫，中二就輟學加入咗上官小寶創辦嘅起步做助理，正式入咗漫畫界。嗰陣時實際指導馬榮成一班助理做嘢嘅係上官小寶個細佬上官小威。馬榮成工作嘅地方就係上官小威嘅屋企。上官小威可以話係馬榮成第一個師傅，甚至係唯一一個師傅。佢淨係教啲基本助理嘢，到後期點樣起稿、點樣創作，都係馬榮成自己摸索模仿，可以話係無師自通。做助理係乜都要做，幫角色填頭髮、畫衫花，仲要製作書後面嘅專欄。馬榮成仲特登去圖書館借啲謎語書放入專欄。當年漫畫日報每日出版，所以對作品需求量好大，只要唔係畫得太差，多數都會用。嗰陣時馬榮成除咗做助理，仲發表咗好多作品，例如《大獨裁者》、《小鬼頭》同《徙置區風雲》等等。1977年起步接埋咗，上官小威自己搞金漫畫，馬榮成繼續跟住佢做，但係金漫畫係月刊，而且銷量麻麻地。冇幾耐馬榮成就轉投上官小寶嘅青報，喺嗰度發表咗《風流》、《五兄弟》等作品，寫作技巧開始慢慢成熟。1980年，青報賣盤改名《連環圖日報》，新老闆嫌馬榮成稿費貴，炒咗佢。馬榮成輾轉加入咗黃玉郎嘅玉郎集團，後嚟集團上市改名做玉郎機構。當時馬榮成仲未諗到寫啲乜，黃玉郎俾咗個書名佢叫《中華英雄》，主角叫華英雄，就叫佢去寫。故事內容由馬榮成自己去度，佢就創作咗一個民初背景奇遇式小子成長故事，結果大受歡迎。中華英雄最初喺金報連載，後嚟附屬喺醉拳、如來神掌單行本裏面連載，直至馬榮成多番爭取，先至喺1982年獨立出書，曾經創下一期賣20萬本嘅紀錄，銷量比黃玉郎自己主編嘅《龍虎門》仲高，每個月為玉郎機構賺超過100萬港紙。雖然公司財源滾滾，但係黃玉郎心裏邊有條刺，佢自認係香港漫畫界嘅霸主，唔想有人銷量贏過佢。同輩上官小寶嘅李小龍勉強可以同佢本《龍虎門》匹敵。醉拳、如來神掌即使用唔同嘅主筆接手，但係仍然係掛黃玉郎作品5個字。呢3本書都係玉郎機構嘅王牌作品。馬榮成係意料之外，佢冇諗到呢個20零歲嘅僆仔作品銷量竟遠遠超越自己，所以黃玉郎曾經有意想打壓佢，但因為公司正籌備上市，唔想搞咁多事，最後簽咗新合約，版權歸玉郎機構所有，就繼續俾佢寫《中華英雄》。1987年，馬榮成年薪加花紅高達600萬，紅極一時，但佢當時開始好迷茫。10幾歲嘅時候，視黃玉郎為偶像，係不能高攀嘅一座大山。每個年青人都想成為黃玉郎，但係我23歲就超越咗黃玉郎。佢有種失去咗目標嘅感覺。回顧翻馬榮成比其他同期師兄弟或同行成功嘅原因，唔係佢啲畫畫得特別靚，或者創作嘅故事更加引人入勝。雖然呢2點都係佢成功因素之一，但係最重要嘅係佢唔會一朝得志荒廢事業。佢視漫畫為一生志業，好勤力咁日日畫，亦唔似其他年輕嘅暴發戶咁樣不善理財，胡亂花費揮霍金錢。佢將大部分收入攞去買樓，
22歲用75萬買咗北角城市花園單位，成為業主，資產喺樓市入面不斷滾動積累，見到啱嘅單位就買入出租，最終滾存出幾十億身家。到咗今時今日，馬榮成唔止喺漫畫成就上面超越咗黃玉郎，佢連身家都超越埋黃玉郎，徹底將其打敗。1987年左右，馬榮成喺玉郎機構做到有啲意興闌珊。雖然《中華英雄》係公司最賺錢嘅一本書，但分配到嘅資源就最少。其他書例如《醉拳》、《如來神掌》、《龍虎門》等，無論助理團人數、工作空間大小、助理人工等都比較多。黃玉郎偏心自己的係御林軍，偏心到出晒面。馬榮成曾經多次幫中華英雄爭取更多嘅資源，幫自己嘅助理爭取更加合理嘅待遇都唔成功，有時只好自掏腰包去增加助理們嘅收入，甚至為咗故事更好睇，私底下請劉定堅幫佢創作故事。1988年，馬榮成向黃玉郎提出請辭意願，開始商討點樣結束中華英雄，但係當時未有達至共識。黃玉郎好想佢繼續寫落去，因為印中華英雄有如印鈔票一樣，係玉郎機構一大收入支柱。中華英雄假如交由其他主筆接手，唔知道仲會唔會賺到咁多錢。嗰陣時玉郎機構有一波主筆出走潮，劉定堅搞自由人，招攬咗黃興珠、狄克、馮志明等主筆。玉郎大部分人都覺得馬榮成係幕後主腦，佢雖然百般否認，但係冇人信，同公司關係越嚟越差。1988至89年間，馬榮成2次遇襲俾人斬傷，至今仍然係一件懸案。邊個指使？我估只有單眼佬先知。1、2、3、6點少，你知我知，個單眼佬都知。事後亦都證明咗馬榮成同自由人係完全冇關係。馬榮成早就拒絕咗劉定堅嘅邀請。馬榮成被斬之後，已經下定決心離開玉郎機構。佢走咗之後，黃玉郎先後將中華英雄交俾張萬友、袁家寶、鄺斌強、徐大寶、李志清、陳佳華等接手創作，但水準參差不齊，已經冇晒靈魂。最後喺371期草草完結。1989年，馬榮成離開玉郎，創立天下出版有限公司，出版天下畫集。喺馬榮成嘅構思入邊，天下畫集係一個平台，喺呢個平台上會推出好多不同嘅故事。最初4期連載兩極同黃昏戰士反應麻麻，接住連載風雲開始大受歡迎，成為咗長篇巨著，令到天下畫集同風雲好似成為一個等號。風雲由1989年開始到2014年結束，長達25年，成為馬榮成繼中華英雄之後另一套代表作。2012年左右，馬榮成開始諗風雲點樣收尾，畫咗1/4個世紀，覺得故事已經太長，自己年紀都大咗，過去30幾年都冇停過，人生要有取捨，想停低諗下未來應該做啲咩嘢。雖然身家幾十億，可能係全球最有錢嘅漫畫家，日本龍珠作者鳥山明身家估計都係18億港紙左右，但係馬榮成形容自己係個簡單嘅人，有錢冇錢都係好淡薄咁生活，午餐多數係茶餐廳外賣飯。依家佢64歲，退咗休10年，好少出現喺公眾面前，過住輕鬆寫意嘅退休生活。好啦，馬榮成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歡迎各位留言討論同補充，我哋下次再見。